下來繼續來看菲律賓南部的外海，6月初8發生着7.8的大地震，有45個人死亡，超過480個人受傷。講當時有一個阿嬤本地是佇個外口，當這個地震強烈搖撼的時陣，阿嬤是馬上衝入去厝內，用肉身保護孫仔。一個地震，阿嬤趕緊衝入厝內去救孫仔，不過佇迄個瞬間。規間厝喊到我大個，這阿嬤根本就徛袂牢。雖然講有扭這個卡墊，不過伊原轉力坐。所以本來當作講袂過下，顛倒是愈害愈大。阿嬤驚甲伊就花，這個孫仔嘛就驚。菲律賓南部的民達納五島外海，佇昨發生規模7.8大地震。島上南部這個人家厝的監視器的攝影機，就翕到地震的是阿嬤趕緊救孫的畫面。這個阿嬤根本就徛袂在，想要走嘛走袂出去，可見這個地震有偌大。另外想到也會驚的，就是翕到這段畫面的民眾。無咧隨破去，這是民達納五島聖托斯將軍市一間素食連鎖店。翕到這個畫面的民眾表示講，地震的當時伊佇內底，感覺唔對，趕緊走出來。伊走出來了後，某民眾對伊走出來刷來，規棟素食店，迄個瞬間就倒去啊！這個過程較無1分鐘，民眾表示講根本就想袂到講素食店會倒去。Pero hindi eh. Ano talaga siya, tuloy-tuloy yung lindol, tapos biglang lumakas at unti-unting nahuhulog yung mga debris from ceiling po. Then hinila ko na yung pamangkin ko na lumabas. 這擺大地震造成重大的傷亡，真濟路甲橋攏歹去，增加救人的困難度。發生時嘛報講，目前的救援行動已經為救活人變成清理遺體。有罹難者的家屬希望講會當將因後生接回來。Na lang magbalik na kayo, kay mag-retrieval, hindi na rescue. Tawagan ko, sir, gusto lang ko nga ngayon magkuha na doon para nga manahimik na kami。目前醫院有幾萬人無家可歸。菲律賓當地媒體報講，民防辦公室表示講，一寡路甲橋醫院未通，只能用代替路線甲海上運輸載物資去災區。